全體嘅小姐一對同意嘅吳飛鳳以大學讀工業設計，裡面去意大利讀設計碩士，出入嚟喺美國做為5年設計相關工作。看起來如果順利，唔過也相關投度，如感覺唔係過拼貼噃。接觸到嘅同意，發現到陶瓷能係真適合伊嘅。喺創作過程當中，伊也韓國認識伊自家，故所以到咗來台灣，喺苗栗成立嘅工作室。先用嘅2-3年嘅時間去做有約嘅研究，韓國研究容器嘅型咧，能開始來創作。如果中意嘅書法咧，韓國係台灣創作者高少會用嘅教材。吳飛鳳每把握大隻機會，去到世界各地參加國際展覽，歐美國家、泰國也都提起，如看得到伊嘅作品，伊用作品來講話，未用作品同世界交流。就我配了一个有颜色的土跟瓷土，在拉配的过程里面把它加进去。那有一个白釉，再把这个颜色烧出来。所以其实像现场所有的白色、蓝色，有时候咖啡色，都是同一支釉。貼法街綠梅，冇人動影客，冇人抄，喺那感受會到老鮮梅。只見老夫哥貴見嘅藝術空間度，回放嘅作品貼片相應注意。是不是刻意就是有人要做那样的颜色不那样？我可能是看每件作品的需要，譬如说像茶海、茶壶，外面我也把它处理成是雾面的。老师的作品非常的清新脱俗，尤其我看到这个雾面的陶瓷，我觉得非常的特别，因为感觉有那种质朴的感觉，然后可以感受到那个陶土的温度。我个人蛮喜欢的了，因为它给我有一种很悠游自在，它的看起来又有这种舒压的感觉，这样子。配上我自己的高温釉，就是烧大概1260度的高温釉，烧完之后就是色土的部分，它会从釉面颜色透上来。拍攝請貼出各種變化的圖，對大家個圖來看都係冇窮狀態。當初要調這個色土，它最後顏色透出來的濃淡，然後還有這個紋路的疏密，就是也是需要花一些時間實驗。所以會不會常常也蠻驚喜的？有，但是也常常就是做出來的作品就都不行，這樣子，就也有一定的比例會失敗的。唔係成為物嘅圖都做會出來，唔過也就會按照從頭就相處想唔到嘅效果。陶瓷的燒法有非常多種，你可能直接到那個高溫，或是升上去之後降下來，在某一個溫度持溫，就可以燒出各種不同的效果。那這支釉就是可以做這件事情的各種嘗試。這個就是我自己配的色圖上面上了這層白釉，但最後它可以把藍色紋路燒出來，然後有這深藍色像星空的感覺。回放落兼顧藝術家配照，用泡茶嘅東西嚟做主題，啲貼法嘅排戲會點展，韓國數創幾作品嘅，單都係歐美人日本人。我覺得有可能我自己的生活價值觀比較傾向於自由。大學讀工業設計，第二大地圖設計碩士，喺啲美國做了5年老設計主管嘅透露，啲設計嘅兩位可以來做到藝術系，唔過佢實要嚟動動思考。做設計一路到後來，我會覺得，當我設計一個作品，那後來進入工業的大量生產的時候，我對這件事情有點感覺到困惑，就是這世界上到底需不需要這麼多大量複製的作品？許多做嘅事情唔係佢正經為個人嘅得，心肝頭都唔適貼。我會能夠感覺到我的時間一天值多少錢，然後當我覺得用金錢來衡量我自己的生活的時候，我覺得就是一個就覺得有點空虛。我覺得我好沒有抓住一個，就是我的生命到底是要做什麼？那我為什麼會在這裡？所以佢攞做以上前嘅條路表態，轉到推翻，條下馬也唔知為做乜嘅好。唔過喺美國嘅下，是上過做灰哥嘅考場，成立工作室之前，也去過一種各種冇強壯嘅材料嚟做，包每限係去到做灰哥係佢體上外界。其實我覺得作品做的就是自己。那
会有一些作品是有一些比较狂妄的个性，然后有一些是我觉得比较宁静的。其实透过这件事情，我也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待我自己。吉田老師去做過後，回方並唔係一開始出創作，係先做2-3月娛樂實驗，兩日諗加起來2萬兩片嘅娛樂製片，就係佢用心嘅成果。有電腦的檔案建檔，然後把不同的燒法做記錄，這就是現在像我自己的圖書館一樣。當我需要的時候，我可以拿出一片，然後看它的燒法，然後再去調它的配方出來。就是我後來開始做實驗，我才了解為什麼老師一輩子30年都在做這件事，因為他永遠都可以燒出一個不同的東西。除咗燃料工作，唔過佔有時間所長質量苗，少嘅溫度所長質量圖，所以就是改條件模像圖，做出來嘅除為模像圖。飛蛾嘅世界各種可能都有，兩日係唔回放，又咪做到安條，唔想為表態嘅眼睛。因為白釉可以有不同的配方，然後金屬又有不同的配方，它們彼此合在一起，熔點不同的話，也會有不同的效果。有的會流動得很快，但有的可能就是像是一個塗上去停留在那裡，所以就是它有各式各樣的可能性可以實驗。回放認為作品為感染身份，就表現得出藝術嘅精神。不過藝術和身份運用嘅就唔會偏重強咯。我有嘗試過不同的方向，像量產的作品，然後比較手工的作品，甚至純藝術創作的作品。但我覺得這一些的選擇，就是其實我並沒有太多選擇，因為我最終只能就是聽我自己內心覺得做了哪一個方向之後，我可以覺得內心比較愉快，就不是為了討好別人。作品會講話，自己線條、自己構圖，從而就看得出創作者嘅想法。回放參加過多國際學習和展覽，盧森堡、美國、泰國呢啲國家都看得到佢嘅作品。像我可以去國外參展，或者是去參加不同的陶瓷的活動，我就會覺得很開心，因為我就等於除了過去。我現在就有一個新的角度可以去看待世界，這樣子，也可以讓在台灣的，就是台灣的朋友們可以看見，就是台灣的陶瓷也可以走到國際去。後生藝術家會踏入國際市場冇眼貴，無論係功夫也係書法嘅人，都會當有嘅時間來累積。回放當欠嘅講，自家當學歡喜，比披薩有下多機會俾人看到。轉到台灣過後，從頭開始，雖然唔係照連傳統社會其他嘅方式來做，不過樸實樸條，也天天行出自家嘅路，行嘅係自己自家想去行嘅路。